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你看，阿姨的时代，虽然甲你的时代无同款，也讲感情的代志拢同款。阿姨20几年前都已经行过这条路，阿姨无希望。你跟我行同款的路，阿姨，你的意思是，阿姨少年的时阵，就去爱着一个有某的人，结果换来是一世人的痛苦，这种痛苦。唔那是影响我，嘛影响着我的囝，甚至到今嘛，拢无法度甲伊相离。可能这世人嘛无法度甲伊相离。阿姨无希望，这款的错误会发生伫你的身上。阿姨，是安怎你有囝，我来拢唔知影。你爱的人是啥？奇怪，阿姨无想要搁提起这件代志。我知影，即摆爱你将迄个王大哥放互袂去，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。告诉讲，你若坚持要甲迄王大哥斗阵，以后你会活较真痛苦。美冠，你嘛已经大汉啊，阿姨无法度管你。阿姨希望你会当好好想看卖啊。搁再讲。阿姨嘛袂去害你。谁让我的话袂抓？谁让我的话袂抓？阿母，阿嬷，空就叫疼的哦，我来叫医生哦，我来叫医生。变啦，大概把车提起的款，才会感觉疼。不要紧啦，我会忍的。阿母啊，你感觉精神安怎？精神是袂歹啦，不过我感觉腹肚枵，去煮一个物件互我食，好无？无啦，阿母，人个医生讲哦，你等放屁才会当食物件呢，真拢袂用食物件哩啦。哎，等放屁才用个食哦。哎，这是啥物病院啦？规气咱搁换一间，这间唔好。唔通啦，这间是哦，是咱遮上大间的呢，搁换无遮舒适啊啦。较进来啦，吼，等甲放屁了后，我再煮较好料互你食，吼。好啦，无嘛无法度啊，哎。后啦，我拄则吼，敢若有做一个面梦呢。你梦着啥？
帮着文英甲你结婚咯。阿母啊，面安尼袂准啦。谁讲袂准？我看恁两个吼，安尼欢欢喜喜，有讲有笑呢。哪有可能啦？差我遮济啊，刚差弄一半，若要结婚咯，早就结婚啦。阿好，你敢真想也无可能甲文英结婚？假使讲吼，今仔日你若是娶文英做某，文英就是我的新妇。亲像今仔日阿母带朋友，啊新妇来顾大家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唉，我对文英都袂感觉遐歹势。唉，阿母啊，但你莫啊搞好操烦啦，啊，好啊尽量身体顾好较要紧啦，我的代志吼，你免搞烦恼啦。小弟，更冲哦！啊，你今日反常啊？啊，你早起来？平常时你无困在里头拍骹床哦，你是绝对袂起来啊啦！啊，今日是安怎？啊，过来我的房间，什么代志哈？无啦，我是要来看。看啥？有啥物好看？小弟，我讲要甲约上投资的代志，你敢真正唔肯？我就知哦。啊，你早来找我吼，绝对无好代志啦。陈建昌啊，你免想想讲我会答应这件代志啦。你有几两重吼，我知的啦。你根本哦，唔是做生意的料啊。我甲你考劝啦，莫逐工哦伫遐想空想芳啊，脚踏实地较重要啊。人讲翁仔某相欠债啦，可能我顶世人吼欠你太济了啦，所以这世人不是爱互你糟蹋啦。你安尼讲敢对哈？啥少欠啥的哈？啥物你欠我的，我糟蹋你哦？拜托的好无？是我欠你的啦，前世人我欠你哦，这世人我欠袂你啦。好啦，我讲袂赢你啦，我出来唔就好。无代无志，透早就来乱，真正是吃饱死。本来我是要好好甲伊参详，结果嘛是共款。既然伊这世人拢看我遮无，那来这摆我着做回看。为你伤残你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哎呦，好啊，去医生门看卖咧啦，看我用个食物件袂啦，我腹肚枵甲足艰苦的啊。阿母啊，人医生都有交代讲，啊袂放屁，都袂用你食物件咧。啊，我叫你去甲问者是会死哦啦，去问看卖啦。哎啦，你较忍耐咧啦，等你吼，我才准较好料互你食啦，好无？哎呦，袂使食，啊无你甲问医生啦，我敢若宝宝咧，我莫吞落去看会使袂啦。紧去啦！好啦，我来问医生看卖咧啦。你有听到放屁的声无？啊，是你放的，我放的啊？我，哈！
阿母你放屁哦！安尼当食物件？我会个食物件，我会个食物件。紧来紧来，你紧叫文英哦，去给他煮一寡物件通来，互我食。紧来啦！我叫煮鸡汤，好不？我进来打电话，我进来打电话。我放屁，我会个食，我会个食物件。哦，足好，足好。喂，阿红兄哦，真是的哦。好好好，我煮好就随摕过去。好，再见。阿母啊，无恁讲哦，伊若煮好，就随甲你赶来，你店的哦，就有起啊，当人食。好，阿福啊，假使你若是会当互文英吼变做我的新妇，安尼算起来是咱两个人的福气，你敢知？阿母啊，咱即马文英哦，参你的新妇有啥物无共款？啊，这1、20年来，伊毋是拢伫你的身躯边咧照顾你。免哪有共款啦，但你甲伊吼，纸头无利，纸尾无命啦。伊敢有迄个义务就爱地你？倒一天，凡说伊若想要离开，不管是伊都会当离开啊。恁查某人唔知影啦，冥婚对查某人来讲是真重要。假使若无冥婚，伊心肝内都袂安定，都亲像阿母，在查某囡仔时阵都离开后头厝，后头厝无要认我这个查某囝，但家又搁阿母啊，咱就莫搁讲这啊啦，等我参文英遐久啊，阮两个总讲你也毋是咧无了解，莫搁讲啊啦。加讲加演去的啦，就是因为遐尼久啊，恁两个人感情又搁遐尼深，是安怎袂去结婚呢？阿母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少年的时阵哦，我嘛甲姑姐过几啊遍，伊都唔我哪有法度。啊，即嘛经过遮久啊，啊，搁遮济岁啊，即嘛才搁甲讲，啊，伊若甲拒绝，啊，我毋愈歹势。你也会惊歹势？阿福啊！我看到你伫咧工作、伫咧做生意的时阵，若是有拄着困难，你拢真勇敢，会去甲拼。是安怎你拄着感情的代志，就变甲遮冷静？无你较文英，即马当咧等你一句话，你敢知影？一个查某人上较需要的，就是查某人会当互伊一世人的生活保障。阿母啊，就算讲伊即马咧等我即句话啦，啊，你即马要叫我开嘴，我嘛讲袂出嘴，对无？好啦，你莫讲这啊，我来看文英看来问，吼。搁写，我才看你写我伫当时。阿姨，今天无较早加休，我就想讲你搁咧困，毋知会再煮一寡物件，要摕来病院互恁进补食。阿姨，你要较无闲啦，规日进补即马住院，恁搁爱照顾伊，我两个落来店的，想讲要搭过时，讲咱店的要休困几工啊，无，这个汤哦，我是啥？毋免啦。你看你，口甲目睭拢肿起来，你踮厝休困就好啊啦。阿姨，你免替我操烦啦，回日我靠就无代志啊。美乖，你心肝内痛苦，阿姨拢知影。看念你若去店的，有时间就出去行行，心情就会较快活。啊！你家己好好想看卖，阿姨袂害你啦。猜今仔日会来无？应该会啊。
真正来啊？小姐，小姐，那车拄好，而且拄着你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点。车拄好。因两个早就熟悉啦，安尼我阁有要创啥？文英啊，阿姨，我甲阿福会当拄着你吼，是阮的福气。阿姨，我当碰到阿福兄、甲阿姨你，这是我的福气。假使若毋是阿福兄一路陪我行过来，我的生活毋知会变成安怎。既然较安尼，你甲阿福感情又搁遐尼亲，是安怎袂用结婚？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笑。你甲阿福感情又搁遐尼亲，是安怎袂用结婚？阿母啊，我毋是有结婚啊，我都有娶婚年啊。娶婚年，这是顾不离种娶一个新主牌啊！我从来嘛毋捌互迄个新妇甲伺候过。唉，我要来变数。哎，我来。阿母，免啦，这查甫人无方便啦。文英，你扶我落去。好，阿姨我扶你。哎呦，细弟哦。啊。